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浸會大學嘅梁家穎，我嘅教案主題係農曆對決。咁主要咧就係融合咗跨科理念喺呢個課堂裏面教授歷史同埋摩擦力嘅概念。前半部分呢，就主要以老師主導講解歷史知識同埋科學原理，下半部分呢，就以學生為中心，通過唔同嘅虛擬實境遊戲啦，同埋線上電腦遊戲作為練習，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咁呢個就係詳細嘅步驟。首先，老師會提供一條錄音，去俾學生估下咚咚咚呢個聲音到底係指緊啲乜嘢呢？從而引導學生估到答案，原來就係龍舟打鼓嘅聲音。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引起學生嘅學習動機。之後又會用一個 Nearpod 嘅模擬功能，俾學生體驗一下摩擦力強同弱嘅時候，推一個箱所需要嘅力量係幾多。另外，亦都會有一啲嘅 VR 俾學生睇下龍舟到底係生咩樣嘅呢？咁之後亦都會有一啲嘅線上問答環節，俾無論係外向定係內向嘅同學仔都可以參與課堂。最後仲有一個 Scratch 製作嘅線上遊戲取代傳統工作紙，透過遊戲化學習，可以提供到唔同嘅評核方法去評估學生到底玩到幾多嘢，同埋亦都可以俾學生選擇玩邊一個遊戲，去鼓勵學生按照自己嘅步伐學習，從而令到學生可以愉快學習。咁而家咧，我就俾大家睇下個遊戲。咁首先呢個頁面就係咁樣嘅。咁開始之後咧，就有3個遊戲啦。咁第一個咧就係畫龍點睛。喺呢個遊戲裏面咧，學生就要閱讀題目，然之後將答案咧拖翻去相應嘅橫線上面嘅。咁例如第一條啦，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認為擁有哪些能力咧？咁答案咧就係辟邪嘅。咁學生咧就將個答案啦，就拖翻去嗰條橫線上面，咁佢就顯示正確啦。咁第二條，端午節係為咗紀念邊一位嘅古代詩人咧？咁咧就係為咗紀念屈原嘅。咁如果學生將個屈字擺喺錯嘅位咧，咁咧佢就會顯示要再試一次。咁學生咧就要重新將個答案咧擺翻喺正確嘅位置啦。係啦，咁你見到龍嘅身體部分咧，就係咁出現啦。咁端午節嘅傳統食物係咩咧？就係粽子。咁你學生就要將個答案啦，就拖翻去嗰條橫線上面，就顯示正確啦。咁你見到龍嘅角同埋眼睛都出現咗喎。咁呢條咧就係最後一條啦。端午節慶祝活動嘅時候咧，最常見嘅競賽係咩咧？就係龍舟。咁學生咧就將龍舟拖翻去條橫線上啦。之後咧條龍咧就會向上飛走啦。係啦，咁學生就會繼續玩啦。之後咧就有另一條龍嘅出現嘅。咁之後咧，第二個遊戲就係陸上的龍。咁喺呢個遊戲裏面咧，就係俾學生根據摩擦力嘅大小去選擇唔同嘅材料，例如油同埋冰，仲有岩石。咁從而咧去增加或者減慢行駛嘅速度嘅。例如條龍只要揀油同埋冰就可以減少摩擦力，從而咧加快速度。咁如果揀岩石嘅話咧，就會增加摩擦力，從而減慢個速度嘅。咁例如呢度啦，咁學生咧就可以左右咁樣喐。咁如果見到油嘅就加速啦，石頭就會減速嘅。咁學生就避開啲石頭啦，咁咧盡量咧就係以最快嘅速度咧，可以到達到個終點線嘅。咁第三個遊戲咧就叫做裝備我的龍。咁喺呢度咧，學生咧就可以揀唔同嘅材料啦，例如有紙、有鐵、有樹葉、有冰同埋碎石。咁可能學生就知道啊，碎石嘅摩擦力會好大嘅喎，因為佢有凹凸嘅不平嘅表面，所以佢就唔會揀碎石啦。咁而會揀塑膠，因為塑膠咧嘅表面係光滑啲嘅，所以咧佢就可以行得快啲。咁亦都係呢個遊戲設計裏面啦。如果係用咗碎石嘅話咧，條龍咧係比較難前行；如果係用一啲光滑表面嘅東西嘅話咧，咁條龍咧係更加容易去前行嘅。咁學生咧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啦、喜好啦，去揀唔同嘅選手嘅，同埋唔同嘅裝飾嘅。咁之後學生亦都可以咧用唔同嘅筆去畫畫啦，畫啊，如果加啲泡泡喺個底度嘅話，咁條龍咪可以行得快啲咯。咁你學生亦都可以自由喺度加啦。
而且咧學生亦都可以根據佢哋自己喜好啦，同埋創意啦，去加唔同嘅裝飾落去條龍度。可能佢話想加啲花落去，咁令到條龍咧靚啲都冇問題嘅。準備好之後咧就撳呢度，然之後咧，相機就會開咗啦。咁你只要咧喺個相機前面喐，咁呢條龍就會自動去向前行咯喎。但係你一旦停止喐動嘅時候咧，條龍咧就唔會再向前行。咁呢個活動咧最主要就係俾學生可以放下電啦，同埋體驗一下原來爬龍舟嘅樂趣係咁樣樣嘅。嗱，咁翻嚟啦，咁我覺得參加咗呢個活動咧，就鼓勵我主動去學習唔同有趣嘅教學方法，例如一啲線上學習程式。咁喺參加呢個活動之前咧，我仲未認識到 Nearpod 同埋 Scratch，原來可以有一啲虛擬嘅遊戲啦，同埋一啲實驗模擬器俾學生玩。另外，我亦都學識咗點樣去用 Scratch 去整一個令到學生可以喺學習途中可以獲得快樂嘅一個遊戲嘅。咁另外啦，由於呢個活動係一個評審計劃，亦都俾我有機會可以觀摩到唔同優秀教師嘅作品，例如一啲折紙教中文啦，仲記得有人係用無人機去教數學嘅。咁通過呢啲創意教案嘅分享啦，亦都可以令我增廣見聞。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運用到唔同嘅科技，例如 Roblox 同埋 AI 喺我嘅課堂當中，亦都可以提升學生嘅學習興趣嘅。最後咧就送上一句俾大家：激發學生對創意表達和知識的喜悅，是教師的最高藝術。希望各位老師同埋準教師都可以運用自己嘅創意，啟發學生對學習嘅熱誠。多謝。